大家好，喺咁多屆嘅美國總統裏邊呢，有一個前美國總統一直都係受到好多嘅討論。不過呢一啲討論呢，就唔係圍繞佢嘅執政手段，而係佢嘅真正身份。前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以嚟呢，佢嘅講話嘅編排啦、準確度啦、行路嘅姿勢，有幾次公開場合裏邊跌倒等等，會令到唔少人質疑佢嘅認知同埋健康狀態。有部分嘅人呢，更加係覺得拜登唔係一個真嘅人。而呢一個講法喺2026年解封嘅 Epstein Files 入面呢，喺一個好長嘅 email 裏邊，涉及科技界一個吹哨人對於業界嘅控訴都有提及到。呢個電郵呢，就係一個自稱 Charles， 聲稱曾經喺 Estimate 呢一間公司工作嘅人喺2021年嘅4月發出㗎。呢一集呢，我哋就會先拆解呢一個電郵嘅內容同埋發信人嘅身份。Estimate 呢，就係一個做藍牙 beacons 同埋定位相關硬件嘅公司。喺電郵入邊，呢一個叫 Charles 嘅人呢，就係對住一大班矽谷嘅創投同埋科技圈嘅人開火，指控佢哋係 Epstein 圈子嘅一部分，涉及兒童虐待、人口販運同埋高層掩飾嘅。Charles 就係聲稱掌握咗大量嘅合同同埋 email 證據，而整個嘅 email 隔住個 mon 都睇到佢嘅憤怒。佢係直指呢一啲事呢，唔單止係涉及科技公司、創投同埋 Epstein 嘅網絡，仲牽連到白宮、軍事法庭同埋量子金融系統㗎。整個 email 似乎係想同整個科技界攬炒㗎。喺呢一個 email chain 入邊呢， Charles 列出咗一個矽谷共犯名單，而且仲 CC 咗俾呢一啲人㗎。而呢一個名單入面呢，就係出現咗幾間大家會喺科技界新聞都會見到嘅創投公司負責人，仲有一個係 Estimate 有關嘅高層律師，仲有係 Google 嘅行政總裁。不過佢哋個名呢，就係 redacted 㗎。至於發電郵嘅人呢，起初我係以為佢係一個普通嘅員工，因為俾人炒咗，所以好激動啦。但係原來呢一個自稱 Charles 嘅人呢，喺翻查公開嘅資料，睇翻科技圈嘅新聞報道同埋網上嘅社群做嘅對比呢，就會發現其實佢係 Estimate 嘅 Senior Vice President Steve Cheney。Steve 呢就喺呢一間公司創立咗之後，大約1年左右加入，去到做 Business and Operation 嘅主管，亦都係開國功臣嚟㗎。佢入職之前呢，就喺 GroupMe 嗰度做業務拓展，再早少少呢，就係矽谷一個幾活躍嘅 tech blogger 嚟噶。所以呢，如果翻查翻2013-14年嗰一啲嘅 Forbes 雜誌啦，同埋行業雜誌嘅訪問，都會見到佢經常呢係就 Beacons 呢一個科技發展作出前瞻性嘅訪問。換句話嚟講，其實佢係科技界裏邊一個幾具地位而且係具公信力嘅人嚟噶。喺文件入邊 ，Charles 係反覆提及到自己係被公司非法解僱，而且喺波蘭期間呢，係離奇出事，喪失咗醫療保險，同董事會喺 Google 合約同埋投資嘅架構上面呢，係有嚴重爭拗，仲話有人偽造文件啦，違反咗保密協議。而睇翻時間線，呢一個電郵呢，係喺4月嗰度發出 ，Steve 呢就係1月離職，而且之後大概半年嘅時間，佢就係做咗網約車司機，而過去1年呢，佢係冇工作記錄放喺 LinkedIn 嘅。佢嘅職業生涯基本上係由科技界嘅高層變咗網約車司機，再去到而家好似係消失咗喺科技圈咁樣，同呢一個攬炒嘅電郵究竟有冇直接嘅關係嘅呢？去到呢一個電郵嘅中後段呢， Chris 係突然間轉咗一個講法，就去講法律同埋政權嘅結構。佢仲貼咗一條叫做 Global Banning of Common Law 嘅影片嘅連結，就話全世界呢即將會廢除普通法，改用咗一套佢口中嘅海事法同埋量子系統去到審判人口販賣同埋販賣靈魂嘅人嘅。而呢一個嘅語境入邊，佢係加咗一個就係話拜登根本唔係你哋而家嘅總統，就話大家喺電視見到嗰一個呢，其實係一個戴住直膠面具嘅演員。真正嘅拜登早喺2019年就已經被槍決。佢仲話面具嘅失靈其實係特登俾我哋睇㗎，係軍事同埋量子系統嘅一部分，目的就係要揭示呢一個假象，為將來即刻嚟到嘅軍事法庭同埋大醒覺去到鋪路。嗱，事實上喺過往網上呢，有唔少人都係試過用視覺同埋行為去到分析同埋證明
拜登唔係拜登呢一點㗎。我揾到一條呢，就係由 Chris Yoon 做嘅 YouTube 短片，我都會喺今集嘅簡介入邊呢放翻嗰條 link， 大家有興趣可以繼續去睇㗎。呢一條 link 入邊呢 Chris 就係攞住大量拜登喺唔同年份嘅片段同埋照片，做咗一個好具體嘅比較。而去到呢一部分呢，我就要大家留意熒光幕啦。我 cap 低咗一啲圖，簡單咁樣講下 Chris 嘅分析㗎。第一就係佢指拜登以前同埋而家嘅耳仔形狀其實唔同㗎，耳嘅輪廓同埋下垂嘅位置呢，嗰個線條係唔一樣，尤其是係內耳廓。第二就係講緊拜登嘅面型都係出現咗好大嘅變化，佢以前嘅輪廓係比較長同埋窄，但係而家呢就係偏圓同埋闊。講到呢一度，可能有人就會話人老咗面型係會變嘅，所以唔係太大嘅問題。但係如果我哋從醫學嘅角度去了解人老化之後究竟係個樣點樣會變嘅呢，你就會發現呢一個正常老化嘅解釋喺呢一個 case 入邊呢係唔 make sense 嘅。因為根據科學嘅研究呢，人係隨住年紀嘅增長啦，佢嘅面改變嘅方向呢，其實係會由圓變窄，再由飽滿變瘦削，唔會係相反嘅。去到第三就係喺一段疫苗嘅宣傳片拍攝入邊呢，我哋係見到拜登捲起咗衫袖去打針，影到佢嘅左手手臂係冇紋身嘅。但係過往係曾經有拜登露出手臂嘅影片呢，明顯係見到佢個手臂上邊係有一個好大嘅紋身嘅。第四就係 Chris 咧，係攞咗拜登唔同時期嘅簽名去到做比較，當中係發覺無論係筆畫同埋手勢都係有所出入，基本上係兩個唔同嘅簽名嚟㗎。而第五呢，就係佢甚至提到拜登以前係習慣用右手，但係而家佢出席公開場合簽名嘅時候呢，佢係做左腰嚟嘅。而呢一啲嘅部分 cap 圖呢，就喺佢嘅影片裏邊咁多嘅例子之一嚟嘅啫。而如果你有興趣去睇一啲細節嘅話呢，可以聽翻今集之後再去睇 Chris 嘅影片啦。喺咁多嘅細節裏邊 group 埋一齊呢，我可以完全了解點解人係會覺得拜登係同以前唔同噶，甚至乎喺陰謀圈入面發展出 clone 啊、替身啊，又或者係直交面具呢一啲嘅講法。再加上其實無論 Tucker Carlson 啦，又或者係 Donald Trump 啦，都曾經係非常之肯定咁樣喺公開場合講拜登根本唔係原本嗰個人呢一類嘅說法。喺呢一個電郵入面 Charles 亦都係直接將 Biden 定性做一個戀童癖 Epstein 式嘅網絡嘅參與者同埋 Deep State 嘅一部分。正因為舊嘅 Biden 係一個罪犯，被軍事法庭審判同埋處決咗，先至會有人搞咗一個替身出嚟頂住佢個位。至於點解會有呢一套關於 Biden 係戀童癖嘅講法呢？其實就可以從佢嘅仔女 Hunter Biden 同埋 Ashley Biden 睇到噶。第一件事咧就有關 Hunter Biden 嘅電腦泄露事件啦。呢一批嘅資料入邊呢，有人係發現 Hunter 係將爸爸 Joe Biden 嘅聯絡人個名咧 save 咗做 Pedo Peter， 而事實上 Joe Biden 呢過往係的確有用過 Peter Henderson 呢一個名同家人通訊，呢一點都可以公開核實噶。除咗 Pedo Peter 呢一個名之外呢，其實 Hunter Biden 嘅電腦入邊亦都有大量具爭議性嘅內容，包括係涉及未成年家庭成員嘅相片啦，同埋影片，例如係流出咗一個片段係疑似冇着衫嘅 Joe Biden 同一個冇着衫嘅小女孩一齊。第二件事就係有關 Ashley Biden 嘅日記啦。當年 FBI 曾經有人調查過，有人係盜取同埋流出咗 Ashley Biden 嘅私人日記，而 New York Post 其後亦都報道咧，呢一個日記裏邊就係有 Ashley 寫落嘅內容，提及到佢相信自己喺童年嘅時候曾經被父親做咗一啲不當嘅行為，亦都係寫到佢細個嘅時候同爸爸一齊沖涼係感到好不安同埋好困惑噶。去到第三呢，就係佢多次喺公開嘅場合同個孫女會錫嘴嘅。有部分人就認為咧，呢一個係祖父對於一個孫女寵愛嘅展示，但係正常嘅情況之下，有幾多嘅人係會經常同佢嘅祖父錫嘴嘅呢？除咗親吻孫女之外呢，喺多段白宮嘅競選活動嘅公開片段裏邊，我哋都會見到 Biden 係被拍到同年輕嘅女孩同埋女性有一啲好唔舒服嘅肢體接觸嘅，當中係包括摸頭髮啦、貼面啦，同埋控到好埋咁樣講嘢。而呢一啲片段其後就俾人剪輯埋一齊，廣泛流傳，令到 Creepy Biden 呢一個嘅標籤喺社交媒體上面好早喺2015至到2016年期間已經開始流出㗎啦。
去到2020年呢，拜登嘅前助手 Tara Reade 亦都公開指控佢喺1993年性侵佢。呢一件事係有名有姓、有公開嘅記錄，唔係匿名嘅報料嚟噶。雖然案件就冇正式被起訴，但係 Tara Reade 就一直堅持佢嘅陳述，而且而家佢就係搬咗去俄羅斯，因為喺美國唔安全噶。講到最後呢，其實 Charles 喺呢一個電郵入邊有關拜登嘅指控呢，對於一啲長期有跟住 Hunter Biden 嘅電腦泄露事件嘅人嚟講，其實唔係一啲爆炸性嘅新資訊。Paddle Peter 啦、Ashley 嘅日記同埋 Tara Reade 嘅指控，仲有一啲公開場合嘅片段，呢一啲喺陰謀論圈以外，一早已經有唔少人討論緊噶啦。只係主流媒體令到唔同背景嘅觀眾對於呢啲資訊嘅熟悉度係唔一樣嘅啫。而 Charles 只係將呢一啲流傳緊嘅敘事包裝咗喺呢一啲電郵入面，再加埋量子系統啊、軍事法庭同埋處決仲係替身呢一啲嘅講法，推咗去一個更極端嘅方向嘅啫。至於透過 Chris Yuan 視覺嘅分析，我哋就可以的確睇到而家 Biden 同幾十年前嘅 Biden， 無論喺外貌習慣都係存在咗好值得留意嘅差異噶。至於係咪真係好似 Charles 咁講，拜登早喺2019年已經係被處決，我哋而家見到嘅只係一個戴住面具嘅演員，又或者係複製人呢？呢一個呢，我就想交翻俾你哋去話俾我知，你哋有幾信啦。多謝收聽一站嘅 podcast， 如果你都中意我嘅分享嘅話呢，就可以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我係 Fiona，下次再見。